之力嘅港隊啦。呢就白色波衫係作客嘅孟加拉嘅嚇。咁啊打到喺上半場嘅早段都有個自由球啊開埋嚟，其實做咗一半㗎啦。可惜個波咧就中落安頂出嚟嘅時間就頂到塔鐵門啊！咁而呢邊嘅孟加拉攻勢唔多嘅，靠一個嘅教球啦揼埋嚟。咁雖然咧就頂頭錘嘅時間咧，周元德咧就頂翻轉頭，應該就走翻轉頭就早連路啊！咁啊個波咧好在咧落嚟咧就謝家榮都接得好實嘅。咁啊呢個波咧都好在就有驚無險啊叫做。係。之後輪到咧就港隊一次嘅罰球機會啦，阿華頓請長傳遠處位置，中網都有少少俾人掹住咗啊嚇，但係球證冇任何嘅表示，有少少咧就隻手啦嚇，有啲隱蔽式嘅犯規啊，仲有周元德嘅咬射都係省咗白衫球員嘅，咁難怪呢個都有啲猛整啊嚇。係啊，咁啊呢個波就出事啦，咁啊打橫比嘅時間，咁啊攞甩咗腳不特止啦，仲要係線步啊！亦都有啲緊張嘅關係啦，咁呢個14號嘅卡斯，咁啊變咗咧出腳嘅時間就成個咧就阿費蘭道就踢跌咗，呢個波就一定俾12碼㗎啦。呢下就好大件事啊！卡斯侵犯費蘭道輸12碼，由今日立獎隊長臂章嘅安永佳操刀得手啊！36分鐘，主場之利嘅港隊1-0領先啊嚇，亦都咧就安永佳人生第12個咧就大港腳嘅入球嚟嘅。相當 happy， 如果單計呢一 round 啦，第3圈嘅亞洲區外圍賽就第1球波開齋波嚟嘅啫，都幾有信心啊！咁而孟加拉咧就打到最後嘅時間咧，有一個嘅叫做合作嘅埋門啦，最後咧港隊嘅球員能夠解圍到嘅，上半場香港隊領先1-0嘅。意住犯規次數係超多啊！呢場波啊，兩邊加埋係14次，其中5次嚟自主隊，9次嚟自作客嘅孟加拉嘅。咁啊，孟加拉就比